4月份花莲大地震了后，为着要知影讲这市区的车路路基敢有流失去，日本有一间科技公司特别免费提供市区车路的健康检查。初步即摆有检测出有6个所在有问题，公所已经赶紧把这车路挖开灌暗木土。控诉03地震了，日本一间科技公司用车载式透地雷达探查车伫市区主要道路检测下骹是受空气情形，另外也用手刹式探地雷达正康亲自涂骹，利用翕相機確認啟動角度甲規模。1月1日に日本で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その際にですね、台湾からいち早くそれも大きな支援を受け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經過探勘市區有68個路段完成檢測，初步發現6個道路地下出現較大啟動，其中富前路甲北行路口、富前路78號頭前、中山路718號頭前，也有中興路311號頭前，互居民攏真煩惱。因為花蓮市區，那原來都是一些沉積物堆積的，所以當這些土壤意外發生的時候，就有可能讓這些原來就不是很緊密、很結實的這些衝擊層產生流動的現象，甚至於造成一部分的坑洞的這個現象。公所表示，為避免啟動擴大造成意外，已經針對有啟動記錄的地點開挖，找出造成啟動的原因，和趕緊修補。目前最大的大概深是應該是2米，那寬大概也是2米的這個部分哦。那在府前路已經先行的灌漿補強了。那昨天又開挖的這些6處，那今天也會一併的來把它做一個補強哦。公所強調，挖了後發現下骹有電線電纜甲下水道工程，已經請相關權責單位檢討甲修補。不過造成原因是受地震影響，也是當初敦土不實在。完整報告會在10日開說明會來公布。記者綜合報道。